继续等下咱新闻的现场，即马天气互人热甲挡袂牢，有真侪人哦，规气拢走去山顶较凉啦。伫南投溪头森林游乐区哦，最近敢若是平常时啊，每一天就有4、5千名即个游客，比进前是成长1成到2成。来到这，唔若讲会当爬步道，也阁会当训练到心肺功能。 日头少美，加载有这片树林，就亲像一个保护网同款，才会当互气温维持伫超20度。这是南投的溪头森林园区，真侪人热天拢会来这佚佗。感觉很舒服，这边比较凉爽，这里天气真的很好，很凉爽。对。这阵啊，真侪所在体感温度拢超过40度，真正是热甲互人强要挡袂牢。真侪人就规气走去溪头避这个高温。因为这水很干净啊。 然后泡在里面就是可以聆听水声，然后分多金又多，感觉很舒畅。来到溪头，唔但会当伫树林来散步，脚浸伫溪仔内底，互人心情真放松。鸟仔咧叫的声嘛，真做上天然的高响乐。平均呢，大概每天平日的话都有4、5千人以上，哦，就是比以往的3、4千人都还要多了，大概1、2成以上。你开到市来享受天然的薰陶景，唔但安尼，阁有真侪体验的活动、甲体能的活动会当参加。热天烧烘烘，山顶嘛变作真侪民众上爱去的所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